自往2026年6月21日，西地教会主日礼拜，大圣咱来听读圣经，约珥书第3章16节到21节。上主伫锡安发出亲像狮得吼的声，伫耶路撒冷发出亲像雷得弹的声，天地就大震动。毋过，上主要做伊子民的避难所，做以色列人的堡垒。迄时，恁就会知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，徛起伫锡安我的圣山。耶路撒冷会成做圣城，袂阁互外族人侵犯。伫迄日，大山会滴新酒，小山会流奶，犹大的溪拢有水得流。有水泉会对上主的殿流出来，润得十殿国。埃及会趴远，以东会变做荒废的旷野，因为因虐待犹大人，伫因的地流无辜的人的血。总是犹大会永远有人徛起，耶路撒冷会存续到万代。早前我毋捌洗清因杀人流血的罪，现在要甲因洗清。上主永远伫锡安徛起，上主永远伫锡安徛起。列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伫咱日常生活中，无爱用的物件，也是袂当用的物件，就变成做是粪扫。粪扫通常也分做两大类。一般的粪扫通常是互粪扫车载去焚化炉烧掉。若是资源回收的物件，就会当搁分几若10项，然后才互各自无共款处理的公司甲管道进行搁再较优的分类、集中、分解、氧化，然后成做新的原料再制，成做新的产品，变废料做保面。约珥书咱也通看见安尼的结果甲过程，亲像每二行，双平悬中央价。以色列人原本是上帝所疼惜的子民，毋过因离弃上帝，自甘堕落，拜偶像，甲过罪恶的生活，就成做无路用的粪扫。所以上帝就甲因警告、审判甲刑罚，透过安尼清除因的垃圾污秽，了后重新塑造因，互因得到复兴甲丰盛，亲像无路用的粪扫，再精炼成做新阁有路用的宝贝。约珥书第3章是全书的高峰，讲到上帝怎样转化以色列的命运，对政国欺负吞踏，变成做上帝出手保护镇殿的圣民之地。大圣，咱来看分段，第一段伫第3章1节到第8节，上帝要审判万民。伫上主的日来临的时，上主要互犹大甲耶路撒冷重新得到繁荣，因为安尼，上帝要组织万国万民伫约沙法山谷，也就是审判国也是断定国来审判万民，因为因将以色列人分散，瓜分上帝的土地，搁将上帝的子民当作奴隶贱卖，亲像用查某囡仔换妓女，查某囡仔要酒啉，所以上帝也要照因的歹所行来报应因。第二段伫第3章9节到15节，末日战争甲审判。上帝
向列国发出挑战，宣告末日战争的来临，爱万民自执，前往约沙法国，也就是审判国、断定国。因为这场战争非常的激烈，万国甲上主的军队对战，所以连犁头也爱拍做刀剑，镰刀也着拍做枪，软弱人也着讲我真勇。这场大战战甲日月无光，星辰暗淡。第三段伫第三章的16、19、18节，圣灵的复兴甲祝福。这场大战的中间，上帝要诚做耶路撒冷的瓦壳、房站甲避难所，也就是要做伊子民的堡垒。耶路撒冷要诚做上帝的圣城，对敌袂当搁吞踏。迄时大山会滴新酒，小山会流奶，溪拢有水得流，甚至对圣殿也要有水泉庆出，论得一切，诚做上主赐福满满的所在。第四段伫第三章的19、19、21节，对敌的拍远，甲上主永远的同在。埃及甲以东因为日害残害上主的子民，所以要变成做荒埔野地。若是犹太甲耶路撒冷要重新得到复兴甲繁荣，因为上主要永远徛起圣城，甲伊的子民同在。咱对约珥书的第三章通学习到甚物？第一咧讲到，咱爱用仰望等待未来，用仰望等待未来。约珥书讲到大搁通惊非常可怕的草命灾，引发一连串人甲精生动物拢无物通食生存的灾难。这搁毋是小气性的灾害，是铺天盖地达到国家级的大灾情。而且这也毋是结束，因为后面对来是列强外国的势力的入侵，瓜分土地，人民受杀害，搁卖做奴隶换取败坏的罪恶享乐。上帝的子民失去自由，失去家产，也失去做人基本的尊严。安尼，因减还阁有未来的仰望。因讲因是上主的子民，总是对着天笑问因讲：恁的上主伫倒位？若是先知劝因讲，毋通绝望，无论是草蜢仔的灾害，也是外国对敌的欺压，这个拢是短暂的，是上帝刑罚管教以色列的手段甲工具。只要以色列人诚心悔改，上帝就要伸出全能的圣手来对付消灭遐个残忍可恶的国家甲异族。然后上帝要赐福因得到复兴甲繁荣，而且上重要的，上帝要踮伫伊的圣山做王，做上帝，永远甲因同在。所以对伫未来无必要抱持着悲观也是绝望，反倒当爱因为未来有上主会变成做是光明灿烂，是大有仰望的。新约中希伯来书是写予伫受迫害、受压迫、苦难中的所有基督徒读的。勉励做基督徒的着坚心仰望信靠救主耶稣，因为
无论是主还是众先知、众圣徒，拢赢过罪恶甲死亡的威胁。以彼得书第10章359、360节讲，所以毋通失落勇气，这勇气会互恁大的报赏。恁着有耐心，才会当实行上帝的旨意，领受伊所应允的福分。咱的人生也并袂当完全事事顺利，万事亨通。有时阵检彩落日，亲像拄着大草蜢灾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苦难不止。衰甲无法度来讲苦袂了的情景，看起来若像起了了无了了。毋过约珥书甲咱讲，咱若悔改归向主，主是信实公义，要互咱得到新的复兴甲丰盛。所以面对未来，咱毋免失望失志，咱着爱有信心甲仰望，相信上帝的救赎甲帮助。第二，伫遮讲上主的审判也是救赎。伫讲道的开始有讲到，亲像粪扫的回收甲再利用，互原本无路用的粪扫会当变成做再生的资源甲宝贝。约珥书第3章，咱通对照马太福音25章，上主的日变成做是主再来的日，同款有末日的审判。毋过约珥书是针对攻击上主子民的万民的审判，要互欺压上主圣民的异邦受到相款的报应。若是马太福音25章是针对信主的人的审判，有实行听趁主的话去行，要得到美好的报赏；若是毋听，也是有听无去行的，因所得到的是受气杀的报应。上主公义的审判，无一定是伫咱在生的时阵，咱就看会到。报赏也是报应，有时阵是爱等待，因为上主有上主家己的时间，咱所着做的是顺服甲等待，然后甲一切交托互上帝。上主的审判也是信徒得到救赎的日子。彼得后书第2章第9节讲，主知安怎救敬虔的人脱离试炼，嘛知甲不义的人留到审判的日受刑罚，特别是遐个放纵肉体的情欲，甲藐视上帝权威的人。第三，咱爱保持信仰的理想甲热情，咱爱永远保持信仰的理想甲热情。人生上宝贵的，毋是会当食偌长的岁数，搁身躯健康，也是诚做大好业人，财产通饲几啊代人用袂空。咱通看见上界宝贵的，往往是哪老哪好的友情、亲情甲爱情，毋但袂变质，而且是愈久愈保守，才是宝。我捌看过一个底片咧介绍，伫中国有一个真深情的查甫人，伊娶一个加几啊岁的寡妇做某，也疼寡妇甲情翁所生的子女做家己的子女，一家就搬入去完全无路通行的大山顶面，伫遐起厝生活。后来查甫人为着要互伊的太太当有机会落山，用几若10年的时间，家己提供推甲
针仔插石头拍出一条通好落山的石行路。就算这条路伊的太太前前后后行无到10遍，毋过这种深厚的感情、爱情实在是真伟大。世间上介深的疼，就是互家己所信任、所疼的人欺骗、出卖甲背叛。不论是婚姻、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还是工作顶面的伙伴出卖背叛，拢是同样的疼。相反，上帝互以色列人气杀背叛，上帝心也非常受伤佮疼。咱伫信仰的生活，也是服侍的顶面，上帝也期待咱会当好头佮好尾，就算袂当持续，有失迷、软弱，也是犯错误罪过的时，上帝犹原疼咱，先留悔改活倒转归向伊的机会，就亲像浪子的老爸等待浪子回头一样。咱看人看环境，有时会失志跋倒失败，咱应该爱注心看耶稣，看上主会所做，才会保持火热的信心、疼心，也袂灰心失望，保持对主永远互咱的这个热切仰望。愿咱的一生甲信仰，回顾过去，也无留点伫现在，是仰望主耶稣，甲为咱所插头前的标，奔走到日落尾，通领受主为咱所准备丰盛的活命。咱后一回来读阿摩司书第1章到第2节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阮伫这个短短的约珥书1章到3章，阮看见有时伫阮的生命人生亲像拄着大草莓的灾难，也亲像是互这个列国吞打欺负的状况。伫这中间，主你也提醒阮，爱看这是毋是阮所犯的罪所造成的原因。若是，阮着爱悔改来归向你。若假使是其他的原因，也互阮会当信靠主你的救赎的日，因为主你要成做阮的帮站，成做阮的倚靠，成做阮的避难所甲堡垒，互阮也伫这一切以后，阮嘛要看见主你重新的复兴甲赐福的丰盛要临到，献上恳求感恩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上帝会行做盘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，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，荣光归到万世，代代无煞，阿们。